孔丘。我是陈国苦县丽乡曲人里的李耳。你是李耳，就是智退贼兵的李耳先生。哈，就是我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鲁国人都知道你，而且很佩服你。今日能与你相见，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哎，言过了，言过了。请问先生来鲁国何事？哦，我是途经此地。今日既遇先生，我有一事相约，不知先生方便否？不用客气，你说吧。明天我要在城外向党主持一个大的葬礼，能不能邀你同往？好吧，那就耽搁先生时间了。不用客气，明日见。明日见。此人气度非凡，有大智慧，将来必能成大器。先生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能否指教？不用客气，请说。我只知道这招魂幡是送葬时要打的，但不知道这招魂幡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不是为了把人的魂魄招回来呢？哦，祖辈相传，人出生时摄取天地日月精华之气，死后变为无形的灵魂。灵魂飘忽不定，无根无影，需有人指引，方可去到安定之所。所以需用白幡为其灵魂引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了？不好，出事了！快！吉利呀！吉利呀！快走，快走！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许停！快走，快走！天欲时，行必止啊！不行，按礼法规矩，丧事速办的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老天爷啊！把铁狗撵走！把铁狗撵走吧！老天爷啊！快走！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许停，大家不要停。就还是让大家先停下来吧。为什么停下？我就在给你解释，现在听我的，让大家停下。停下！停下！大家不要哭了，来，都往路的右边站，不要哭了。大家靠路右侧站好。来，靠路的右边站。来，都往路的右边站。快，大家靠路右侧站好，然后就没事了。孔丘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起队，太好了！走！
孔丘，走吧。真乖。宗儿，别让姑姑累着啊。没事儿，爷爷。童心呐，哎，这些日子，庭阳去伺候他爷爷去了，你李辽叔叔呢又出门了，要不是你来伺候我和宗儿，还指不定什么样。没什么，您呀，就把我当您孙女吧。孩子，爷爷对不起你呀，当初爷爷真不应该。爷爷，您别说了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我已经想开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爷爷一定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，来弥补爷爷的过失啊！爷爷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我呀，这辈子就一个人。哎，那哪行啊？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一个人怎么叫日子呢？啊！童心姑姑，你是要嫁人了吗？小孩子，别说胡话啊！童心姑姑，你要嫁人就嫁给我吧。宗儿乖，啊，姑姑啊，听宗儿的，姑姑就嫁给宗儿，好不好啊？太爷爷，太爷爷，姑姑答应嫁给我了。你懂什么呀？太公，太公，怎么了？李正他，武轩他怎么了？李正他去世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去看看，看看。燕儿哥，喝点水。好，您请。都说我们鲁国是礼仪之邦，人人通晓礼数。没想到，先生对礼数如此精通，我看，整个鲁国，也无人能比。哈，萧公子，言重了。按周礼所定，葬事速办。不论遇到任何事情，也不能停止。如若停止，岂不坏了礼法？萧公子，你这是只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啊！除非突然家中父母有丧，需星夜奔回。凡是发丧出殡，皆不可定星夜而行啊！岂不闻诸侯朝见天子，大夫出使他国，皆应日出而行，日落而止。见日而行则吉，见星而行则凶。近日出殡时，日被食，则星辰必现。当时若继续前行，岂不有凶？日食只是片刻而已，此乃大自然的自然现象。我们要顺应自然，所以我叫大家停一停，多过星辰时刻，再行不迟啊！听先生一番教导，令我茅塞顿开，解无之惑矣。请用茶。请。爷爷，庭阳啊，别哭了，还有宗儿呢，他还小啊，你要保重身体呀。庭阳姐，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多保重身体啊。爷爷，娘就听童心姑姑话吧。先生来我鲁国有何感受啊？啊，
鲁国乃礼仪之邦，我来鲁国2日，见人人通礼，实属难得。只是，先生有话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礼法虽好，但不能受其约束。此话怎讲？礼法乃人之所定，若被人之所定的礼法将自己约束，必定行事拘谨。先生此言差矣。若没有了礼法约束，国家岂不乱矣？国家若乱，他国必会趁机欺辱。当今世上最讲究礼法的有2个国家，一个是你们鲁国，一个是我们陈国。请问小公子，这2个国家现在状况如何呢？我们鲁国国泰民安，陈国自弭兵之会后，应会好一些吧？非也。你们鲁国现在是晋国的附庸，而我们陈国是楚国的附庸，年年都要向其朝贡，怎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？这……我跟了我师父这么多年，师父也敛了不少财，可是我呢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师父现在居然变成好人了，我连发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一把年纪了，连个家室也没有，师父也从来不闻不问。我这样再跟着他下去，还有什么出路？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李正死了，现在村里没有李正了。我要是安排我的人做李正，那以后我是不是在村里就可以呼风唤雨了？庭阳，我一定要把你弄到手。子清，子清啊！师傅，该去李正家给武轩守夜了啊！老不死的，就知道让我干活。李正家，庭阳也在。哎，师傅来了。子清，子清，师傅，发什么了？祭天，祭地，祭亡灵，开祭。
祀结束，大家伙儿回去吧。秀梅，你去看看宗儿睡了没？是。子清，啊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师傅，您先回去，我再守一会儿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也好有个照应。那好吧，那师傅先回去了啊。哎。什么？天阳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现在李尔不在，你爷爷也死了，以后我来照顾你好吗？你无耻！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离我远一点。天阳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绝对不会像李尔一样，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自己走了。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你别碰我！你走开！天阳，你要是不依我，我就杀死你儿子李宗。童心，你干嘛踢我呀？你这个混蛋，趁人之危，不知廉耻。天阳是个安分姑娘，就想打她主意。她晕倒了，我扶她呢。我谢谢你的好意，可以走了。好心没好报，我走，我走。天阳，天阳，天阳，你醒醒！天阳，童心，童心，童心。天阳，别哭了，别哭坏了身子。爷爷和宗儿，还全靠你呢。丽儿哥又不在家，怎么办呢？童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，走，别哭了。来，先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我要去太乙山。太乙山？哦，太乙山离此地300余里，需坐船过海方可到达。那里可不好去啊，山高路险，人烟稀少。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啊，找人。哦，去那里可要小心呢。多谢，告辞了。
童，走吧。哎，这。家里怎么样了？庭阳、宗儿，还有爷爷的身体。李二哥，别担心，家里啊有庭阳姐，还有李辽叔照顾李太公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哎，李二哥，前面不远啊就是太乙山了。哦，马童啊，我听说太乙山的子真先生是个清静之人。这样吧，你在山下找个地方住下等我。我一个人上太乙山拜见子真先生。李二哥，哎呀，太乙山山高路险，这个我看呀，还是我跟你一起上山，好不好，李二哥？不用了，马童，我一个人去吧。哎，放心。李正武轩过世了。咱们应该从村里找一个理政人选，上报到丽乡才是啊。是啊，这村里边不能没有理政啊。现在村里头很多事务都需要人来处理呀。你看谁做理政合适啊？这理政的人选嘛，我想应该是村里边德高望重的，能给老百姓干点实事的人。整个村里，我看只有李耳合适。是啊，李耳为人善良，这些年没少给百姓做好事儿，我看非李耳莫属啊。可李耳现在不在家呀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是啊。哟，李兄回来了。哦，哎，是子清啊。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哎，这不嘛，莲姨父亲病了，我去照顾照顾。嗨，李兄，你走的这几天，村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不知道吧？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哎。宗儿，爷爷，你喝点水吧。先搁那儿，搁那儿吧。这样啊，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红儿还小，都指着你照顾。香梅也病了，她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哎，你爷爷刚走，真是难为你了呀。
你受苦了啊！没事，爷爷，你就好好养病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先去给宗儿做饭吧，啊。李兄啊，李正武轩死了。啊？这，李正他死了。现在咱们村没有李正了。啊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什么好机会啊？我听族长们说了，他们正选新的李正。哎，这可是你当李正的一个好机会。我当李正？啊？我怎么能当李正？哎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啊？哎，你现在可是咱们村里最好的李正人选，你不当，难道让你的侄子李尔当吗？这话怎么说？我听族老们说了，他们想推荐李尔当李正。哎，你说李尔现在也不在家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是他的堂叔，理应接替他任李正之职。我和一些乡亲们都商量好了，准备向族老推荐你做李正。不，这个不妥，这个不妥，不妥。哎呀，李兄啊，这李正之职非同小可，他可是能掌管一里之政啊。你说你要当上了李正，这将来谁敢不听你的话？到时候可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李兄，只要你愿意做，这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，我一定让你当上李正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只是，有话请讲。只是李兄要是当上李正，可别忘了小弟我。哎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除妄念，灭心火，调阴阳，补五行，避孽障，求慧性，求清净，得长寿。先生，啊，请问先生，子珍先生是住在这里吗？是的，请跟我来。好，多谢先生。师父，你是何人？来做何事？您是子珍先生吗？我是陈国的李耳，特来向您求学的。啊，我是子珍，请起。谢谢先生。你来是何事啊？如今天下纷争四起，我是来向您求教治世之道的。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我还有一个同伴留在了山下，我是一人，特地向您潜心求教的。好，随我来。是。
堂叔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天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去河边洗衣服。怎么不让香梅去洗啊？香梅生病了，你先回吧。哎，好，你慢着点啊。好。哎。看看你啊，弄得这么脏。童心姑姑娘去哪儿了？我要找我娘。你娘啊，去河边洗衣服了。我也要去河边。不去了，你娘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不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。走，姑姑带你去。来。都是因为我。这些年你那么辛苦，其实我也不好过。这一切又是何苦？原谅我，好吗？你说咱们宗儿以后究竟是喜欢做学问呢，还是喜欢习武呢？我看呐，还是习武的好，免得像他这个傻爹，整天就知道看书。宗儿就是根本和本源的意思。我想爷爷起这个名字，一定是希望咱们儿子长大以后啊，不要忘本。我去抱抱他。谁啊？快放开！天阳，猜猜我是谁？哎！天阳，你真咬啊！我跟你闹着玩呢。谁跟你闹着玩啊？你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喊人了。天阳，你这一个人在家不闷得慌吗？这李尔离开有一段日子了吧？要不我给你解解脉？你无耻！你快滚！天阳，你要是从了我保证让你享福。你要是不从，那我就不客气。放开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喊什么喊你？你要把大家都喊来，这对你名声不好吧？放开我！啊！如果我要说，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，每天独守空房，趁洗衣服的时候勾引我子妾，你说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你的颜面何在？李尔一家的颜面何在？你还有什么脸面在这村里待下去？啊！谁？哎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你先放开我！你看我调教你！啊！童心！混蛋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你干嘛？
别打了！你干嘛？王仙，快别打了！别打我脸呢！王仙，快别打了！别打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啊！李儿啊，先生，这儿就是你学习读书的地方。你看看这些书简，你都要好好的学习体悟。多谢先生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外出一下，过些日子才能回来。先生，我就是向您来求学的。您外出了，我自己怎么学呀？这样，我给你留下6句话，你要记住。这6句话蕴藏着深刻的道理。先生，请讲。第一，至心，清净无欲；第二，至身，归元真柔；第三，要治事，自然无为；第四，要治家，和和衡一；第五，要治神，报一，还原；第六，治万物，得一而生啊！这6句话包罗万象，天地之间一切的本源都在其中。你要探求的治世真理也在其内。只要把这6句话体悟透彻，你就可以应对世间万变，还可以去救度众人，你也就不枉来人世一遭。先生，这6句话，李耳记住了。如有不明之处，能否向您请教？嘿嘿，你自己去悟吧。我还有事儿，我要走了，自个儿慢慢悟。我走了，先生慢走。子清，子清，哎，李兄，哎呀，子清，你怎么了？这脸怎么都青了？哎，没事，摔了一跤，摔了一跤。不对吧？你是不是被人打了？